了啦，接起来又不知道要讲什么。哎，你看，我的火焰攻势，啪！亮亮小咪怎么都不接电话？喂，啊，断掉了啦！亮亮小咪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我来教你们，其实接电话很简单哦。人家打来你就接起来说“请问爱情万年”，请问要找谁呢？请问爱情万年，然后你就可以去请那个他要找的人来听电话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如果那个人不在呢？他不在，你就说“寂寞才”，他不在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喂，请问爱情万年？哦，寂寞才。叫我了。彤彤姐姐，找谁的？我才不告诉你，谁叫你们都不接电话啊！哎呦，不要那么小气嘛！如果以后有人要找你，我就不要叫你接哦。请问爱情万年，请问要找谁？请问爱情万年，请问要找谁？寂寞才，他不在。寂寞才，他不在。请问爱情万年，我要找彤彤姐姐。寂寞才，好好玩哦！再来一次。好啊。请问爱情万年，我要找林志玲哦。寂寞才。因为我们家根本没有林志玲啊。对呀。请问爱情万年，寂寞才。接电话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小朋友，你都学会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来了。